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今日咱来开讲，迄落两字台湾话变化做三句音的。国情啊，你是咧讲啥？敢若听无介有？来，我来记咧。头前我先来记一个，讲我做人重德，你做人嘛重德。咱两个德拄德，当然讲话就爱实拄实。意思讲吼，咱两个相拄着，坦白对坦白。啊，亲像人伫咧讲老母的兄弟，咱叫阿舅。阿舅当然叫咱就是外甥啊。即马外甥若有代志，阿舅一定走撞甲奔波。阿舅若有吩咐，咱做外甥啊，绝对嘛爱拍拼。这叫做亲拄亲的，无别人就对啊。这个拄当然原底意思是讲相拄的拄。尾啊，人就这个话落去发挥，另外人嘛说出迄个话，讲好做代志真相摆在眼前，明。也有人讲吼，明拄明的啦，就是看过来嘛明，看过去嘛明，明搁拄明，绝对无通怀疑就对啊。过来，咱嘛另外一句话，讲这代志吼，都真正真安尼讲，做真拄真的啦。乡事加强口气。中一字无共尔，头尾两字相共，这台湾话一项特色。过来，国先继续来举例。唔只吼，原来有人照这个话落甲发挥，讲吼顶先天的战顶先天的两兵面交锋对垒，再三发动牛人对牛人，安尼讲叫做先拼先。当然，俗语话有人咧讲先拼先，有当地啊吼，徛伫边仔伫咧关键第三者，扫着风台尾，安尼叫做害死高济天啦。过来第二句，国先佫讲迄落。乌肉的咧食火炭，这个客家话吼，有诶皮肤较乌讲，你哪话讲对我遮来，毋是民间咧讲俏谈。乌肉的食火炭，就是讲乌食乌。毋只台湾过去原来一句俗语话，讲叫做贼夹贼，溜鱼食目贼，意思贼夹贼，乌食乌。包含国情头拄仔讲的先拼先，这拢是咧举例啦。举讲吼，顶字下字拢相共，敢若中一字无共。过来国情，过来举第三个咧，有一句话咱咧称呼。讲真正学问读较足好的人，这叫做博士。毋过人尾啊吼，甲加一句话，讲叫做博士博。后壁这个博咱嘛知，就是甲博出来的博共音啦。所以这句博士博虽然咧学了人学问好啦，毋过另外一个角度吼，原来有加减咧讲头势，这两项意思哦。讲好的原来有，啊讲批评的原来有。讲博士博甲地抓咯，意思就是讲哦，逐项你都要博，逐项你都要计较就对啊。尤其吼，讲到这个台湾话，哇，真侪人拢咧品讲伊专家，伊外交，伊学者。实在咱认真想，咱的台湾话真正专家是啥？国政敢保证，就是每一天拢咧讲台湾话，才会单仓味菜，才会凡夫走卒的时代。恁才是真正台湾话学者甲专家。咱解文说字公司台语台制作单位是认真去扣，认真去强，将这台湾话集斗阵。另外，佮想一寡趣味的举例，互少年辈要研究台湾话时，有一个根据。阮用心拍拼，就是骨力要甲做互伊，做甲实拄实啊。